本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。嘿，安，嗨，安，Hello，大家还记得我吗？就是那个台语练很烂的主播。然后我终于打败那个姓林的男人，我要来当台语自修室的老师了。耶耶耶！尴尬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教第一个台语哦。第一个台语，哎，不对，你们会讲台语吗？不太会，会一点，会一点。好，那你们知道幼稚园要怎么念吗？台语？幼稚，不是幼稚，不是。那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太烂了吧？叫幼稚，是吧？是吧？那位姓林的男人。对。幼稚园的台语就叫做幼稚，大家念一次。幼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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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好，我就当你们都会了。然后再来是第二个台语叫做毕业，因为我们就是要交给你们嘛，我们就要毕业了。毕业的台语会吗？毕业。哦，这个还知道。毕业。就叫做毕业，知道吗？那你们可以用毕业来这张照片。太难了吧？不会啊，你就说祝漂亮学姐毕业快乐。哦不会，你会吗？叫做祝我一个漂亮的水姑娘毕业快乐。好赞的。我不说谎。没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那最后我来教你最后就是一句俚语好了，叫做“啷啷阿妹，啷啷阿妹”。不是烂，是浪。浪阿妹，毛鸡爆炭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。就是浪，好烦哦，就是指能力不好啦。能力不好的嘛，毛鸡爆炭，就是他还会踢啊，代表他还有用处，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那个意思。啷阿妹毛鸡爆炭。啷阿妹毛鸡爆炭。他算蛮标准的，比我还可以。那以后台语小老师会是你吗？他已经出师了。哦，他已经比我厉害了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都到这边结束，然后可能下一次就看不到我们几位老面孔了，就是我们要交给他们的，大家要想我们哦，拜拜。啷阿妹嘛，姓林的那位男人。浪阿妹毛鸡爆炭。啷阿妹嘛，鸡爆炭。你的舌头要浪。啷。对。